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第1节到第7节，箴言15章第8节到11节，24节到3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得安慰。另外一处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坏人跟义人，我们说正直的人有什么差别呢？就好像在问天堂与阴间，我说地狱有什么差别一样。天堂呢，就是人跟上帝同行，然后上帝他实践与人同在的应许。如同诗篇这经文告诉我们，义人呢，宁愿在上帝的殿中来顾门，他也不愿意在撒旦的殿宇住在里面。后者就是我们从圣经观点在了解阴间的概念一样。当人离开了上帝，亲近撒旦，就是住在阴间了。箴言15章第8节到11节，24节到33节。上主悦纳义人的祷告，他厌恶邪恶人的祭物。上主憎恨邪恶人的道路，他喜爱追求正义的人。为非作歹将受严刑，拒绝规劝必然死亡。阴间和民间都并且在上主的鉴察之下，凡人的思想怎能向他隐瞒呢？明智人走上生命道路，远离坠入阴间的途径。上帝要拆毁狂傲人的房屋，他要保护寡妇的家业。上主憎恨邪恶的思想，他却悦纳纯洁的言语。贪图不义之财，危害家室，拒绝贿赂，得享长寿。正直人三思而后会回答，邪恶人口吐恶言而惹祸。上主垂听正直人的祷告，他不理会邪恶人。笑逐颜开，使人喜乐；喜讯使人心旷神怡。留心规劝的话，就是明智。拒绝管教等于是看清自己，听从规劝便是求取智慧。敬畏上主等于是上智慧课，要得荣誉需先学习谦卑。保罗呢，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了基督徒在生活的一切的困难当中，要彼此来安慰，同得安慰。最重要是要领受上帝的保守与安慰。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经文说道：我是保罗，我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门徒。我和我的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和全亚该亚所有的信徒。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我们要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在我们各种的患难当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难，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的安慰。如果我们遭受苦难，那是为了要使你们得安慰，得到拯救。如果我们得到的安慰，你们也同样的得到安慰，并且得到力量来忍受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对你们的信心从不动摇。我们知道你们分担了我们的苦难，也要分享我们所得到的安慰。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省所遭遇到的患难，
那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沉重，连生死的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只觉得自己被判死刑，这样的情形使我们知道不能依靠自己，只能依靠那使死人复活的上帝。那曾经从死亡的危险当中拯救了我们，将来仍要拯救。只要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我们确信这位上帝将来还要施行拯救。这样有许多人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蒙恩，也必定有许多人为我们献上感谢。上帝，我们要夸耀的是，我们的良知证明了我们在世上为人，尤其是我们跟你们的关系，都受上帝所赐的坦率诚恳所支配。同得安慰是基督徒最幸福最重要的呼召，求主帮助。诗篇32篇第1节到第7节，罪恶蒙赦免，过犯被宽恕，他是多么的有福啊！心里没有诡诈，不被上主定罪的人，他是多么的有福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哭泣，身心疲乏。上主啊，你在日夜惩罚我，我筋疲力竭，是像水汽在圣所当中蒸发。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自己的过错，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因此所有的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的时候向你祈求，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被淹没。你是我藏匿的地方，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因为你护卫我。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心服侍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能够彼此关心，互相扶持，彼此代祷，同得安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